大家好，歡迎返到黎幕後組。最近周星馳新片一出，好多人只係睇咗個預告，留言區已經開始出現一句說話：以前嘅周星馳真係好睇啲。但係呢句說話有趣嘅地方係，佢表面上好似係喺度評論一套新戲，但實際上佢講緊嘅可能係我哋對以前嗰種感覺。你係唔係聽到一首舊歌或者見翻一張舊相，就突然覺得嗰陣真係好開心？如果可以翻去就好啦。但係你有冇諗過，你懷念嘅未必係完整嘅以前，可能只係你個腦剪俾你睇嘅版本。心理學有概念叫 Rosy Retrospection， 講嘅就係一件事過咗之後，我哋有時會記得佢比當時更加美好。時間一耐，當時嘅煩同壓力會慢慢變得模糊，反而一首歌、一張相、一個開心畫面就留低得特別清楚。但最奇怪嘅係，有啲人明明冇經歷過嗰個年代，一樣會對嗰段過去產生懷念。咁佢哋懷念緊嘅又係啲乜？今日我哋就拆開睇我哋掛住嘅，究竟係以前真係比較好，定係而家嘅生活已經攰到我哋只係想個地方暫時避一避？呢幾年好多人好似唔係向前走，而係一路想翻去以前。大人聽翻以前啲歌，一聽到前奏已經話：哇！呢首歌倒轉唱都識唱喎，依家嘅歌手真係冇得比喎。明明套劇已經睇過10次，但夜晚唔知睇咩，最後都係開返套舊劇嚟睇喎。另一邊好多 Z 世代明明對2000年代初冇乜真實記憶，但又開始中意千禧年代低腰褲、有線耳機、CCD 相機嗰種朦朦地過曝少少嘅相，你可能會諗成年人懷舊仲講得通，因為佢哋真係經歷過。但一個冇乜記憶嘅人點樣懷念一個自己未真正生活過嘅年代？有人用一個近年流行嘅詞叫 anemoia 去形容，對一個自己從未經歷過嘅年代產生一種近似懷念嘅感覺。呢個唔係正式嘅心理學術語，而係作家 John Connick 創造出嚟嘅一個詞。但佢形容嗰種感覺，好多人應該都明。你冇嗰段記憶，但你一樣可以有情緒，因為你接觸到嘅從來都唔係2000年代嘅全部。你唔會見到當年上網有幾慢，一個頁面撈咗幾分鐘先至出到一張圖，唔會見到電腦成日輕機，你喺度等佢喺度轉圈，唔會見到以前 send 一個 SMS 要用數字鍵撳幾下先打到一個字，更加唔會見到嗰個年代嘅人其實同我哋一樣，普通人當年一樣要返工趕車交租同煩生活。你見到嘅係時裝潮流閃閃地嘅字體同 CCD 相機最有質感嗰幾秒，即係話你迷戀嘅未必係過去，而係一個被人揀選過、重新包裝過嘅過去。咁成年人係咪就唔同？可能你會話我係真係經歷過嗰個年代，我聽開 Beyond、張國榮、梅艷芳，我好迷80、90年代港產片。冇錯，你係經歷過，唔係話你啲回憶係假，但你個腦唔係錄影帶，你以為自己係翻睇以前。但好多時你係用而家嘅自己重新剪一次以前當年嘅香港，唔係淨係得霓虹燈同電影咁，普通人一樣要趕車返工煩生活，樓價貴、工時長、前途唔明，呢啲唔係而家先有，嗰個年代一樣存在。但係諗翻嗰個年代，最先浮出嚟嘅通常唔係呢啲，係一首歌、一條街、一個電影情節。換句話講，你嗰種我親身經歷過嘅懷舊，同 Gen Z 對千禧年代嘅想像，其實冇想像中差咁遠。分別只係邊個幫你剪片，你嗰條片主要由記憶幫你剪，Gen Z 嗰條片就可能由社交媒體、電影甚至品牌廣告幫佢哋剪。但係兩條片都唔係未經剪輯嘅過去，一條剪走咗你已經唔再記得嘅部分，另一條從一開始就冇俾你睇過嗰啲部分。咁樣係咪代表所有懷舊都只係自欺欺人？又未必，因為一段記憶就算經過剪輯，嗰份感受仍然可以係真。真正值得問嘅唔係以前係咪真係比較好，而係點解而家嘅我咁需要相信以前比較好？一個可能嘅原因係而家嘅生活太多未知數，工作會變，關係會變，科技會變，但過去唔同喎，過去已經發生咗。至少喺你而家嘅回憶入面，佢嘅結局已經固定咗。邊個最後離開，邊段日子最後捱得過，你全部都知道。所以有時我哋掛住過去，未必係因為過去真係冇咁辛苦，只係因為佢係一個你知道結局嘅世界。
而當一個人覺得孤獨、混亂，或者同而家嘅生活失去連結，懷舊可以暫時將以前嘅自己同而家嘅自己接返埋一齊。但再拆落去，你會發現另一件事，好多懷舊回憶最核心嘅唔係一件物件，甚至唔係一個年代，而係嗰段日子入面嘅人。你話自己掛住以前一家人食飯，你掛住嘅係嗰陣大家你一句我一句，仲未有人習慣低頭望住電話。你話自己掛住以前同朋友落街，你掛住嘅未必係嗰條街，係嗰陣你講緊嘢真係有一個人望住你聽緊你講，甚至你掛住嘅唔一定係某一個人，可能係嗰陣時嘅自己，個仲冇咁多身份要兼顧，亦冇咁習慣收埋自己嘅你。所以你嗰種以前好啲嘅感覺唔一定係大話，但亦唔係全部事實，佢更似係你個腦剪俾你睇嘅一段片。重點唔係證明以前真係比較好，而係睇清楚點解你而家咁需要睇翻呢段片啊？可能係因為安全感少咗，可能係因為你好耐冇試過被人真正留意，亦可能係因為你同身邊嘅人仍然日日見面，但係已經好耐冇真正連結過。所以下次當你又話以前個年代真係好啲，不如停一停，問自己：我真正掛住嘅究竟係一個年代，定係嗰個年代入面一種而家已經好少出現嘅感覺？你未必需要返去以前，亦未必一定要返同一個人，但你可以試下睇清楚自己真正缺少緊啲乜。如果你掛住嘅係一家人坐埋一齊，有人認真聽你講嘢嘅感覺，咁下一餐飯試下將部電話放低一陣。如果你掛住嘅係以前同朋友乜都可以講，咁不如有一個你好耐冇認真傾過偈嘅人，問下佢最近過成點。因為你真正想返去嘅可能從來都唔係以前，只係一種你以為自己已經永遠失去咗嘅生活。希望你可以留言話我聽你掛住嘅係以前個年代，定係以前曾經嘅感覺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